条令条例上写得很清楚了，你看看。我知道。你知道？那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你明明不想当兵，还非要来呢？算了，不说了，说了也丢人。行吧，那我就把鉴定报告交上去了，该退兵退兵。不过我要提醒你，你是自愿报名选拔入伍的。以你这样的情况，你的个人档案、个人征信，包括你的户口本上都会被签注4个字：拒服兵役。易子梦，这身军装可不是随便就能穿在身上的，你一定要想清楚。我愿意帮你。这就是刚刚夏卓从公告栏扫出来的，导弹部队太牛了啊！这不想干谁就干谁吗？啊！哎呀，幼稚！哎，你看这条，哎，在部队荣立2等功，研究生免试，本科毕业的3年之内参加研究生考试加10分，10分。这条我最喜欢了啊，小高。服役期间不仅可以赚工钱，每年减免8000块学费。子墨啊，这个我能来俩呀，要不你也来一个？我来什么呀？来一个，跟我专业不对口，我玩音乐的。这可是最后一项了，留完鸟样，全部体检的项目可就完了。哎，我的意思你们懂吗？懂。你的意思是现在就逃？哎，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当兵不是儿戏，你们是一时冲动做出的选择，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被选上了，如果后悔，那可是逃兵役，户口本上是要盖戳的，一辈子都不点。哎，你开什么玩笑？哎，我临安帮什么时候小声点声？什么时候在这种事情上打过退堂鼓啊？咱们说好了一起去当兵，是不是？那谁不去？真是，我要去。看我干嘛呀？我在哪儿不是搞创作呀？再说有你们兄弟2个在，就有我音乐生长的地方。我没问题。那咱们可就不后悔了。不后悔，不后悔。干了，干！一起尿尿呗。什么情况？哎，说话呀！我也不知道啊。那黄医生在写我的鉴定报告，如果部队不要我了，我就走呗。那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这段时间也是浑浑噩噩的，这班副也没当明白，进了待机库，你说我还稀里糊涂跑了，哎呀，听天由命吧。你这不挠着玩儿？你以为是自由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有这脸吧？你还有脸说我？要不是你替我填报名表，我至于这么被动吗？那不都是夏卓那满腔热血给咱喷燃的吗？来都来了，当初说好了要来一起来，要走一起走，这不走不了了吗？你这样，你听我说一句啊，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酷的，哎，只要咱们好好干，那一定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前途啊！你这样，你先别自己做决定啊，你等夏卓回来再说。他啊，还活着吗？哎，
有人吗？有没有人？我刚才说的那个人，你们有没有去找？啊？瞧什么瞧？来，跟我走。笑话，你叫我走我就走，我这还不走了。我们旅长要见你。旅长。确认，与总部失联24小时后，可以实施一个演行动。启用3级备用平台。确认失联24小时。确认失联24小时。确认完毕。确认此待机库已进入孤立状态。确认已有可能暴露阵地目标为启动本次程序代价。确认完毕。电磁无人机允许起飞。这没什么异样啊。打开北斗链接，转成卫星中继模式。这可是我们最后的眼睛了。追！他们给我讲了你的想法，聊聊。可以聊。不过你们先回答我，我让你们找的那个人找到了吗？找到了，已经送回你们270了。那还行。我说了很多次了，我是270旅的新兵，我的名字叫夏卓，可就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夏卓啊，那你来我们334旅干什么？我跑错地方了，我从我们阵地跑出来，因为我们阵地的网络受损，我想找别的方法，赶紧联系上旅部，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演习。你知道这是一场演习？当然。接着说。恐怖威胁是真的，导弹拦截也是真的，只是上级给我们的消息做了延时和剪辑的处理，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我猜上级是希望通过这次危机，对我们做出一次考核。当然，根据战况分析的对与错，也在这次考核之内。很显然，我们待机库的主观分析错了。夏卓，那你还知道些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只是根据线索做出的分析，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说。现在我主要想的就是赶紧联系上旅部，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你的意思是说，你一个新兵，对打仗这种事情的判断，比整个270旅还要精准，是吗？不，我不敢这么说。但是大数据是讲概率分析的，我觉得我判断正确的概率远比我们营长做出判断正确概率要高。那你能告诉我，在这次演习中，我们334旅的任务是什么？334旅的任务应该是不，334旅的任务
应该是阻止270旅的计划实施，制造麻烦，扮演那个不露面的假想敌。可以啊。判断依据是什么？就凭我无数次表明了身份，你们都不愿意相信，跟防狼似的。还有，算了，不说了。说。 270和334要做战区调整，调整牵扯到岗位的重新排序，而这一次的演习正好是调整之前的对抗，谁要在这次对抗当中赢了，谁就是老大。参谋长，给他倒杯水。我不喝水，我喝那个。西湖龙脊，这是我的私人珍藏，尝尝。谢谢首长。好吧，好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报告首长，不知道。我叫王金银，是334旅的旅长，和你们270的安雷是大学同学。哦，这么巧。安雷是我们那一届导弹专业的超级大脑，我真没想到啊，他能把你这个超级大脑给弄到部队来。说说，为什么当兵？首长，我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我想回去，行不行？那怎么行？你说的那个兵我们能送回去，但是你已经说出我们334旅的任务是阻止270旅的发射，你把点儿都知道了，我怎么能够放你回去呢？说多了。错，不多。小周啊，说句实话，你这个人让我很钦佩。别，旅长，你别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新兵，不敢当，不敢当。你可是世界冠军的，世界冠军不简单呐！来喝茶。哎，小周，我这个人呐，说话直来直去。你看啊，你从270旅跑出来，这么大的山区，你偏偏跑到我们334旅来，这就是缘分。既然是缘分，我就不会轻易的松手。虽然现在2个旅要做战区调整，我也不瞒着你，我们要离开这儿，但我希望把你带走。旅长，别，千万别！你先坐下，我话还没说完呢。是。你别光听270旅是王牌旅这样的宣传啊！你知道我们334旅是干什么的吗？涉密，而且比270的涉密级别还要高。小夏，我告诉你，你在270，你就当个发射号手，提个干，一眼能够看到天花板。你要跟着我，那就是大不一样了。4个字：大有可为。王旅长，您可能误会我了。其实我有很多种选择的出路。当兵对我来说，只是不希望青春有留下一种遗憾。更何况，我的好兄弟易子梦和林安邦都在270旅。大家一起调过来，你还不知道我和安雷的关系啊？只要我说句话，他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你就不要瞎想了啊！喝完茶去协助参谋长把这个方案做好，立刻送上去，明白吗？
王旅长，就这么定了。马干事，到。旅长，带下班长去参谋长的办公室啊。还有，寻个地儿，给他安排个下铺，再给他准备一套洗漱用品和衣服。这几天先住在这儿。是。当弹体起束的时候，车内的发动机和发电机会同时加大功率。这个时候，2号手已经带着电缆前往发射掩体。那么这个时候，1号、3号还有4号，一定要竖下耳朵来认真听，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可以靠声音来辨别是否能够顺利发射的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很认真、很仔细。报告，讲。光靠听，能听得出来吗？新兵肯定不行，但是老兵可以。经历过无数次的起束发射过程，必定会练就一个神奇的耳朵。这就是你们要练的。哦，行，今天的专业学习就讲到这儿了。你们啊，回去都好好消化一下。提醒你们一下，现在还是战备状态，出去一定要向班长报告，跟连长说也行。解散。就是个警告处分嘛，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理结果了。别闹心啊，打几个响嗝啊，把肚子里的气儿放一放，舒坦。哎，怎么？我问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干嘛呀？如果你真的怕死，当初就不应该填那张表。不过你现在既然在这儿，就别阴阳怪气的行吗？你知道那些老兵怎么谈论咱们的吗？他们说咱们川东大学来了4个奇葩，咱们学校这张脸都被你丢尽了，你知道吗？我数到3，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啊！我要是不呢？我别这么说，欧阳军，都是同学，又是战友，也不是敌人。练吧，我问你个问题：你是愿意跟这种怕死的人在这干耗着，还是愿意跟战友们一起出去解决问题？你是想当个娘炮，还是当个爷们儿？我不是娘炮，你连娘炮都不如，你知道吗？干嘛呀？下卓已经是前车之鉴了，你们到底要干嘛？欧阳军，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对，我没资格，但我不能因为你的不争气，让别人议论咱们的母校，对吗？你装什么清高？要不是因为你拿不到学位，就你这心气儿，你能跑这儿来当兵？对，说的对，我是不想来，但我现在站在这儿，就不能因为你让领导瞧不起咱们大学生，对吧？我是你前进绊脚石，我阻碍你发展了。只要下卓在咱们旅，你就休想立功评奖考军校。这不是季承宇何时亮的问题，他是诸葛亮，你根本没用上周瑜。再说一个试试。怎么了？啊，我就说了，我怎么越看你越不顺眼。哎，你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啊，不行吗？不行，你跟这种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他。苟且的活着，他算是个男人吗？啊？你是男人吗？是吗？你给我打准说你，当我试试？你再说一遍。
部队。啊，就你没有情绪是吧？啊，就我林安邦是傻叉是不是？啊，欧阳俊，你到底能跟谁和平相处啊？夏卓要不是因为你，那不会现在弄都弄不回来。你现在又开始为难易子梦了是吧？啊，下一个是不是准备把我林安邦也一块弄死啊？整个27邻旅就你一个高材生，对吧？你就得逞了，心里就美了，对吗？不可救药。你大爷的！好兄弟，够意思。梦，我说句实话，欧阳俊说的没毛病。夏卓弄不回来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快疯了。主官失联，乱了阵脚；与上级无法取得联系，也乱了阵脚。我们一再强调要实战化训练。这一次，我们借着秘密基地深化讹诈反恐的机会，导条组根据现实的战情推进，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的演习方案。导条组很辛苦，方案出了一套又一套，形成了这次的利剑行动。你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请过来参加过心理抗击打的测试，你们通过了测试。既然你们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这只是一次演习，为什么断了各位的阵地通讯？就是因为你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是真和假的问题上。这是非常错误的。火箭军没有演习，只有实战。还有，这一次给每个阵地都派了1名心理医生，人手不够，从别的军种调来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演习和实战给人的临场感和压迫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提高你们的可信度，我们也是绞尽了脑汁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2次并列进行的任务。坦白的说呀，我非常不满意。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这只是一次演习，你们肯定把这次演习搞得非常的漂亮，各项分值也都会很高。那是什么？那是狼来了，自己骗自己吗？真的有一天打起来了，敌人的导弹飞向了你们的阵地，你们按点火按钮的手，有几个是不哆嗦的？你们270那个夏卓，我说二雷子，
你小子下次再要去学摸这种矿石奇才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一起去？这小子人呢？你不能扣着不给啊！逼急眼了，我去你们334也抓几个人质回来，就是人换人我也给你换回来。别呀，这不演习还没结束了吗？行，我下午安排人给你送回来。你怎么这么小气呀？首长帮我留下谈了几句话，重点是270和334，咱们2个旅位置最近，任务最机密。是啊，马上进驻新营区了，连营区啊都要接受人家334的。怎么还看不上啊？你们就知足吧。我们334的营区不敢说是全军最好的，在整个火箭军那必须是数一数二的。是。首长说呢，就目前的考试成绩来说，我们都不及格。可问题是，作战区调整之后，我们方向往哪儿走？怎么提高？怎么有效提高？这是最新课题。其实，人才流失也是个大问题。刚才在会上我没好意思说，军改后大幅度提高了工资待遇，可真正拿到高工资的，都是那些为部队贡献了一辈子的老兵。工资是提高了，可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有的想提前走，有的不愿意延长服役。人家在大山里待了一辈子，想要出去过一个能够看见世界的晚年，我能理解。可这一旦打起仗来啊，指着那些半生不熟的往前冲，他就是不行。没错，老兵信不过徒弟，徒弟看不上新兵。说是制度改革、技术取胜，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兵大一级压死人呢。二磊，在我的旅，有些老兵写了一本小册子，里边全都是技术秘籍，那是人家当了几十年兵，一个字一个字总结出来的，是好东西吧？当然是好东西，可是人家不愿意拿出来分享，你们俩能理解吗？我能理解。人嘛，到底是感情动物，他把自己的绝技留给自己最信任、最喜欢的弟子，为了他能够在将来的部队里有更好的发展。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那些得到技术秘籍的人啊，看似是接过了师傅的衣钵，却未必是能把小册子用到最好的人。当然，也有发扬光大的，毕竟是少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当旅长政委的，总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搜这样的秘籍小册子吧？二雷，老梁，334要走了，待了3年的作战区给了你们。说句实话，我心里不好受。可咱总得服从大局。二位，调整以后，前3脚该怎么踢？你们想好了没有？改革，必须改革。好，我可以放心的交给你们。报告连长，战俘下庄回营，请指示。挺光荣啊，全旅都走了，就留我们在这等着你。
拿了什么呀？这是他们营长，哦不对，这是他们旅长王经营，非得塞给我的茶叶，好茶叶，盛情难却啊！哎，夏主啊，我特别佩服你，2个福，我估计你可能是历史上第1个战俘哈，被人送回来，手里还拿着礼品呢。第2个福呢，一场演习，哎，红蓝双方你说都没抵进战场，被俘1个。第2个福特别福。连长，这是一场演习吗？是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咋的啊？不相信你，你就擅自逃跑是吧？啊！我告诉你啊，你的警告处分已经通报了。没事，连长。人本来就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一切后果。你真嘚瑟呀啊！行了，因为你研判正确，所以准备给你以3等功，报到旅里去。几等功？3等。连长，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说没必要，没必要啊！你要给我气死啊！啊！不是你能决定，给我下去！臭小子，你等有机会，我真赔你一个楚炮过去。哎，检查，大叔，我又回来了。哎呀，老啊，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哎呀，我坐石头上等了1晚上啊，我对不起你呀。猫啊，对不起啊，让你等那么久。哎呀，没事儿，这不是咱俩都好好的吗？哎，东西我们都给你收拾好了啊。谢谢帮忙。小卓，没事吧？没事，班长，我们都福大命大。哎呀，夏卓，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行了，辛苦了啊！好了，直奔新营区，长途拉动，注意安全，出发！旅长同志，第1队登车前集合完毕，请指示。快点装车，准备出发。是。旅长。哎，旅长好。黄医生，你这是要回去了？正好有顺车送我去火车站。哎呀，太仓促了吧？西营区那边还需要你再多留几天。借调时间已经到了，我还是回去吧。而且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演习上，老实说，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你不能这么说，主要是这次演习的科目太特殊了，情况也比较复杂，所有人呢都长了本事。黄医生，你是我特意借调过来的啊。如果这次呢有什么怠慢的地方，我先向你赔礼道歉。没有没有，但是我向你保证，270旅啊，你一定还会再来的。我也相信我还会再回来的。旅长，这是我半个月收集到的270旅近100名战士的心理调研情况，给您留了一份，我相信会对您有用的。当然有用了，但这是你的劳动成果，怎么都给我了？我还有电子版呢，而且我还会持续更新。更新？这些战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夏卓、易子梦，啊，特别是欧阳俊。这几个是我最看重的大学生士兵，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我对欧阳俊的态度还是没有变，在我看来，他需要持续的特别关照，我会关注他的。那就盯紧了，我们随时联系。好，旅长再见。再见。出发。我们欢迎不回家的爸爸回来。感谢辛苦持家的周老师。
还有一直支持爸爸工作的好闺女啊！来，干杯！哎，媳妇儿，我听说你们学院有个叫夏卓的，是啊，我想认识一下这人。你能别一回家就谈工作吗？哎，不是工作，我就是想认识一下世界冠军嘛。难不成你想把人家挖你单位去啊？你这个提议好。我劝你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为什么？你知道最近学校的毕业生招聘会吗？夏卓大3还没读完，500强企业主动联系学校联系他的，已经不下20家了。而且我听说待遇最高的，现场签字费现金500万，年薪500万。是吗？这个酒是神一般的蜕变，它从粮食变成了液体，经历了发酵、蒸馏、窖藏。发酵在黑暗中默默冒泡，蒸馏在高温中忍受煎熬，窖藏在寂静中等待阳光。你们听听，多么有诗意和人性的化学变化。再便宜的酒，它都能够使人快乐，对不对？深沉啊！什么深沉呢？那叫深奥，那叫深一个。来，好口才，好水分，好讲演，我佩服。哎，大哥，你这从哪儿冒出来的？老板，再拿4个杯子。叔叔，对不对？我们不拼桌啊！对，我也不拼桌，我就是想敬这位天才一杯。来，来，我敬3位兄弟一杯。来。哎，哟，敬酒我喝过，好酒。什么好酒？不要贪杯。大哥，爱喝酒啊？爱喝，但是平常喝不上。老婆管得严。老婆不管，主要是单位不让喝。那你回家喝呀？但是不能经常回家。加班啊？算吧。加班好啊，哎，多赚钱呢。但是没有加班费啊。大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人家把东西交给我们，让我们保管好，然后送到指定的地方。快递，差不多。我们单位最近要来你们学校招人，你们有兴趣了解一下吗？大哥，快递呀，就算了吧啊！你都不知道我们什么学校的，真是什么人啊？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单位招人啊，全国各大院校都去。你们单位是顺丰还是中国邮政？比他们快，也比他们贵，而且我们只做国际项目，还不支持货到付款。好，吹，继续吹，接着吹。国际项目还不支持货到付款，为啥呀？缺钱呢？要啥钱呢？啊？哎呦，还不要钱？得，咱别搁那吹了啊，咱喝。来。哎，你们为什么不去当兵呢？什么？我说像你们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去当兵呢？我们这么优秀，我们这么年轻，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真的。你瞧这迹象，我都忘了你来这里接兵了。
哎，给我发个位置，集合。队长，明天我也休息。你有时间，我没时间。还是心不诚。怎么样，兵员还行吗？哦，对了，川东大学有个叫夏卓的，这家伙聪明，超级大脑，世界冠军，听说也报名了。怎么样，能把他给划了过来吗？喝酒吧。啊？怎么了？没怎么，报名了，确实报名了。然后呢？哎，我看你这磨磨唧唧的，有事儿啊？怎么了？他被刷下去了？队长，既然你这么问，那我呢也反问你一句，这个夏卓跟您是什么关系？她是我媳妇儿的。懂了，懂了，全懂了，收到了。你知道什么了？你就懂了？啊，她是我媳妇儿的。行了，您不用说了，我都懂，我都明白。我不该听的我不听，我不该问的我坚决不问，好不好？我就喝我的酒。哎，吕正，你有的时候特别欠揍，你知道吗？真的，他是我媳妇儿的学生，学生啊！啊，对呀，嫂子是大学的老师是吧？怎么样，见着了吗？准确的说呀，是刚散。刚散？找你去了，他怎么样？这个夏卓吧，不咋地，真不咋地。爸爸，你以后常来接我好吗？好，爸爸知道了。爸爸，人家的爸爸都很快把小孩接走了，你还要被老师问个半天，还得跟妈妈打电话才行。那是因为老师见到爸爸的次数太少了。爸爸答应你，以后多来接你，好不好？大哥，不送快递了。哎呀，我正要去找你呢，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看了周老师的课表，他有课，平时都是校车来接。既然您回来了，肯定您亲自来接，因为一年您就接这几次。我看你适合干情报工作啊。首长，有时间聊聊吗？今天跟小朋友玩的开心吗？开心啊。吃个冰淇淋吧。哎，谢谢叔叔。不客气，不客气。爸爸给你抱。说说吧，怎么惹接兵的同志不高兴了？来，慢点吃啊，拿着。您说李正同志啊？没什么事啊，我跟他挺好的。那我走了。别啊，首长，这故事还没展开呢，宝宝冰淇淋都还没吃完呢。来，慢慢吃啊。首长，那天在烧烤摊，不是我鱼吧？你周末过来了？啊，那个吕征是您的手下吗？不是手下，是下级，同志关系。脾气挺暴的啊。这个都被你瞧出来了啊？他是我带的兵，我把他招进部队的时候，我就像他现在这么大，他就像你现在这么大。那太好了呀。首长，其实我跟他的事情吧，纯属误会。那天我去厕所，打住！你们的故事我都听说了，而且还不止一遍。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像你这么优秀，未来不可限量，为什么想当兵啊？你是世界冠军，我不想听那些常规的回答啊。首长，那您得给我2年时间，让我在部队里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当兵。旅长想什么呢？到达新营区后，让政委来找我。向右看齐，向前看，放包，舍弃。讲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宿舍楼，是咱们270旅新接收的现代化宿舍楼。按照咱们以往的惯例，新兵要下连队集训3个月，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兵。
成为一名有站位的火箭兵。但是咱们演习给耽误了，所以有所调整。咱们所有的新兵要在这儿进行全科目的学习，要对导弹全方面的认知与熟悉，然后再根据专业对口下到各连队。这也是咱们旅响应上级的号召，积极采取的措施。一会儿呢，大家先整理内务，分发手机。晚饭后我们会参观旅史馆，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明白吗？明白。提报。向右转。上楼。都快点啊！这个呢是咱们的值班室，这是2班。后面的跟紧点。哎，机会机会。老安，可算消停会儿了。怎么才吃饭？尝尝。我饺子尝一个，特别好吃。怎么样？不错。怎么了？找我有事？哎呀，快点坐。我正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让你说。哎，你说咱们这一次啊，咱们不说别的营地，就说一营。咱们这次演习只在一营对吧？对吧？你说一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不用想，就如耿带头的那种问题。各顾一摊。说白了，没有形成秩序的工作闭环。也就是说呢，工作流程大家都很清楚，可你一旦打掉了中间一环，就很难形成延续和衔接。哎呀，其实工作能力大家都有，有的时候呢，顾虑太多，怕担责任。太对了，啊，一个营好比一个工作环，一旦这个环被打破了，应当立即组成一个更小的环。环可以越收越小，但是总体当量应当保持不变呢。站位明晰，一定要做足做好。现在是什么啊？现在是一旦这个工作环被打破了，左边的球友会想，这右边的球友会来找我；那右边的球友会想呢，这左边的球友会来找我，大大的浪费时间了，是不是？阵地手册上呢有完整的经过精密计算和设计的流程和备用流程。可是，在执行起来呢，各种干扰因素太多，有时候啊，顾此失彼。老梁，你说你知道我这一路都在想什么吗？咱们这一个发射单元这个工作环，最小能射到多小？标配一个营，这是可以保障顺畅运转的最小单位。一个连行吗？一个连，一个连，合成连。合成连。站位太多，优化不够，程序冗杂，不利快反。这就是我总结的4大弊病。我希望能够组建一个特别的，能够完成最后一击的小快灵部队。就是说，在极端的环境下，有较少的人一专多能，完成更多的任务。说白了，就是假如战争打到只剩下最后几个人的时候，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还击。另外呢，在极端的条件下，这较少的人能不能胜任整个发射流程？你说。哎，首长说了啊，这国防呢和军队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要解决军事政策制度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啊，对军事政策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深入改革。咱们这一次呢，近乎实战的生死之战，发现了很多问题。咱们在山窝里啊待了太多年了，一直都是神神秘秘的。咱们没有机会亮剑，但是咱们有时间磨剑和练剑啊。首长怎么说的？这叫系统谋划、前瞻设计、创新发展和整体塑造。合成连呢，虽然只是陆军的提法，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借鉴。以后咱们一个合成连啊，能抵敌方一个旅才行。当然了，这叫不叫合成连呢？以后再说。可是最起码呢，咱们不能用老套路、老方法
老思想、老装备，去备战一个新时期的终极之战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何谈系统啊？何谈前瞻？更不用谈创新和塑造了。你说是不是？好想法，我支持。有具体的办法吗？有啊，咱们火箭军啊，说到底就是老兵的部队，但是需要新兵的升级和补充。现在进阶的速度太慢了，可是，一旦换了装，没准老兵又不如新兵了。我就想啊，咱们去找一个世外桃源，弄一个长老村怎么样？啊？长老村？咱们旅有4大长老啊。斗木显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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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动静不吱一声，吓我一跳。大老远听你在这嚎。当当当！哎，你兄弟媳妇让我拿来的啊！这怎么好意思呢？你到我家来，应该我请啊！你早说我备酒啊！哎呀，行了，别装了啊！我是炸的花生米，拿哪个喝？啊，都是现炸的，专门的。这酒不错啊，好酒。好。你多来点，如果多给他倒。多来点。拿来。来，多酒咱一块喝。训练辛苦啊！好，不辛苦。哎，喝着喝啊，注意点量啊，别喝多了。哎，我说，那酒也喝了，茶也沏了，咱今儿啥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啊，旅长啊，干嘛呢？啊？老家伙喝茶呢。哎，好，喝茶。有图有真相。等会儿我把酒操起来。3、2、1，茄子！旅长，这不是放假吗？我们哥几个一块儿喝点茶。哎，你没事也过来呀？找他干嘛呀？哎呀，不懂，老王这叫欲擒故纵。你真让他来，他能来啊？没来真来了。老王都不要在了。没事儿，我呀给你弄了点清胃茶，说给你送过去呢。周一吧，今天你们几个吃好喝好啊，控制点量就成。不对，咱发个喝茶叶的照片，什么叫吃好喝好？谁喝茶爱吃花生米呀？谢了，把那杯子喝，周末愉快。我说了，这件事儿没在大会上说，是因为我和旅长还没想清楚该怎么办。我们呢想听听老兵的意见，他们在这20多年了，有经验。哎呀，我想了想啊，叫长老村太武侠了，但是意思呢，确实这么个意思。把所有愿意参加合成连选拔的人啊都扔进去，让郎永成、陈浩峰他们这帮老兵啊当魔鬼教官，亲自去选，亲自去挑，他们最知道谁适合干什么。挑出来以后呢，这些人必须涵盖所有的专业，甚至都能够一专多能，然后把他们放进新组建的合成连，这名字就叫战刃连，对外代号合成连。让他们负责一个阵地。那起码是个试点啊，试一试行不行？我就想看一看啊，把这些挑出来的尖子压迫到极致的时候，能产生出多大的扭矩？要给他们腾出一个阵地来，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这一营呢，刚刚进行过发射，位置啊其实已经相对的暴露，可是我还是觉得那儿合适。咱们现在啊，不能再浪费其他隐蔽阵地了，你说呢？
只要上级批准，咱们就干。嗯。这啥呀？哦，你不是戒烟了吗？这是我给你买的清肺茶，听说效果不错，送你的。送我的？嗯，那是怎么好意思呢？这肯定不少钱呢嘛，我得给钱，这不行。不要钱，送你的。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是你领导，领导更不行了，我得给。老梁不能再推了，再推就假了，啊！这戒烟是好事儿，我支持你。但是我听军医说，也不能一下戒太猛。嗯，我以前啊就是戒猛了，好多生化指标现在都不正常了啊。那好一点了，最近。现在好多了。我向领导学习这个戒烟的毅力。李长，我现在发现戒烟其实就是戒掉一个习惯，就是一心理依赖。你看我发明这么一个，我真想抽的时候我就，嘬两口，有点感觉，真的有点效果。不过你要送我这个呢，那我就双管齐下了哈。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呢，也不是白拿的啊。接下来王牌号手的选拔营，就靠你带头了。哦，你可是镇里之宝啊，有威信又不重。反正就是我们那几个老兵呗。行，我回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也有个思想准备。班长，老爷见不着你呢。我最近有点忙。哟，这都1杠3了。我这1杠几，都不行，跟你比真不行，就会拍马屁。你干嘛去？啊，旅长叫我过去的。咱去吧。行，那回头再聊呗。回头聊。好嘞，班长。哎，好好干啊。知道了。这当连长了，我带的兵都可以。报告，进来。是。哎。连长，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没有，正常的人事调动啊，我也一样。今年我要参加体干考试，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考试了。要是这次错过了，我就提不了干了。这事你知道啊？我知道，我这不也一样吗？啊，来，你看，副营职少校、连长，那咱俩不一样啊。你这都是少校了。我这还是上士呢，有啥不一样的？你看啊，你呢现在手里面攥着一个2等功，
全旅上下有一个体感指标，那不就是你的吗？那万一要不是呢？再说了，这好好，什么时候冒出一个合成连啊？还叫战刃连？连长，我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兵，这要说挨揍，我挨的最多。不是你这时候说这个干什么呀？啊，旅里的决定，你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了吗？我不。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也不。你揍我吧。你跟我在这较上劲了是吧？我再给你讲一遍啊，往小了说，这是看得起咱2连的兵，给咱们2连的兵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咱们旅里，啊，成立这个培新计划，咱们这是为了贡献一份力量。怎么跟你说半天你听不明白呀？我听明白了呀，我就是想好好复习，好好考试，以后你让我什么时候带兵都可以，但是今年不行。这谁俩不行呢？在这儿，那我退伍。你再给我说一遍。让我去合成连，反正也上不了军校，那还不如早点回家。给我站住！你给我站着！我数1、2、3了啊！杨文杰，你以为你拿主公哪来的？全营都士兵让给你的，你给我回来！杨文杰，你给我站着！我还管不了你了啊！跟谁俩在这儿？哎呀，生这么大气呢？我呀，也不是生他的气，我也不知道我该生谁的气。哼，本来哈，旅里面搞试点，我试试。但你之前做的那些承诺，你不能不算数吧？对吧？你脑门子啊，主官，那想一个主意，我们连里面主官该怎么办？小点声！我有什么小声的？我到哪去我都敢说这话。你呀，你就是生旅长和政委气了。杨万金啊，我带这么多年的兵，你没看着对我那脾气，那家横的。我这要不是刚换了这2毛衣，我一个杵炮加一个电炮，一个飞脚，我就让他就晕呢。说完了吗？嗓子不累吗？杨万金也不容易。旅长没告诉你吧？还是咱俩搭班。司务长刚给我的，还没来得及换呢。哟，哎，你不是到旅里面当干事去了吗？对呀，我可想去了，可就你这脾气，除了我让着你，还有谁呀？哼！再说了，咋当干着舒服？你也知道我这性格呀，去机关不习惯。我知道哈，要是咱俩搭班的话，我应该跟旅长打一报告。我这连长我死肯定不干了呀！哎呀，那你现在去也来得及，你走。我说实话呀，这旅长和政委那都不是糊涂人，咱火箭军的干部那都是万里挑一出来的。从行政编制上来说，合成连就是营级单位，只是主官不叫营长，叫导员罢了。可是你我，咱是在乎头衔的人吗？是啊，你要是想当官你家老爷子，打住啊！不说，还是那句话，自己干自己的。也是，这万一要是合成连干出点名堂，成个全军典型，咱俩还算是第一任主官了呢。哎，这么想就对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油吧！啊，行，下午我去挑位置。嘿。飞行轨迹绝大部分为自由抛物体轨迹的导弹，它由火箭发动机推送到一定的高度和一定的速度及弹道倾角后，发动机关闭，弹头沿着预定的弹道飞向目标。为了提高命中精度，有的弹道导弹在弹头载入大气层最后的飞行段也会实施制导。咱们看下一章。报告将领同志，讲，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导弹进入大气层产生的摩擦生热是怎么解决的？这个在第5章里我们会讲到。哦，那我还想知道一下这个制导的过程。
这个会在你们新兵第2年的时候实操和观摩。可是我，报告教员，那个他叫夏卓啊，在大学的时候他就这样，您别见外啊。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么概括着讲啊，太忽略了，哎，太草率，就是一点一点这样讲的明明白白嘛。坐下。目前这个阶段，新兵主要是理论学习。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军种现有的所有大型装备，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整体的认识。当你们的理论知识已经可以支撑你们进一步学习的时候，自然会安排更为细致的课程。当然了，这个就不是我讲了。教员同志，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我肯定服从作训规程，但是我就是希望您能讲的越详细越好，不然我总觉得太笼统了。坐下。吕连长，有事？没事，董教员，您继续上课就行啊，没事。你们连的下桌很好，一上午就是一个10万个为什么。要我看，可以给他单独辅导吗？没那个必要。行了，上课吧啊。好，我们接着上课。包哪儿呢？你包扎错了，这儿伤的是胳膊。那怎么了？快！这太低了！你别慌啊！你慌什么？慢点，好不好？快点，稳当了。行了，快点，时间快到了。我的拳击，来，去吧！啊，快！再快一点！快！连包，1分35秒12。王阳军，到，准备，是，出发。替换伤员。是。记得吗？到。伤员归队。对。没事吧？没事。咱们班的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夏卓，1分27秒45。
作为一名合格的号手，不仅要把1枚导弹发射出去，更要在完成任务中担任外围警戒、战术突进。夏如同志，要是你能好好领会一下咱们的作战规程，避免再次出现10万个为什么的情况，那就更好了。夏卓，是，一会儿去医务室看一下。是。报告部长，我请求陪同。同意。是。一等报，走，准备，是。啊。出发。你还别说啊，这个欧阳俊呀，成绩还不错。哎，他其实平时挺用功的，我觉得比你们俩用功。哎呀，我主要是担心你，你知道吗？你今儿这么一摔呀，我差点以为你就摔到他后面了。我要真摔到他后面去，我也就认了。夏卓，不是他是夏卓，哪里擦伤？哎，这儿呢，这儿你看，哎呀，今天简单处置一下伤口，然后打一个破伤风，3天以后来换药就行了。没这必要吧？哎，听人家的，你是大夫还是人家是大夫？我们3天以后再来啊。你是哪儿受伤了，还是也处置伤口？我没受伤，我也不处置伤口，我主要是陪同夏卓同志来的。那我请你先出去吧。出去吧，这主要是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对话。哎呦，哎，他疼，他都流血了。你别让我随便出去，我是班长嘱咐我来陪同的。那我给你们班长打电话。那我出去吧，你慢点啊。你出去了，出去吧。报告营长，您找我？凭什么找？听说你这次到医务室去了？没事，后天换了药就好了。你小子可以啊，当兵不到100天就拿了个3等功，速度赶上坐火箭了。营长，您就别羡慕我了。不是，您就别挖苦我了。我知道，易子梦的事情您还在生我气呢。生你什么气？跟你们这些新兵，我要天天生气，我还活不活？翻篇了。然后你过来啊，跟你说一说王牌号手选拔赛的事。我参加，我肯定参加。营长，这个前多少名会被选上？问这干嘛呀？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呀。是这样，我想把这次的第1名让给欧阳俊。我肯定不能被淘汰，而且我保证，我一定能被选上。夏卓，是谁给你的这个盲目的自信呢？啊，我承认啊，你小子够聪明，我也不怕瞒着你，我是挺看重你的。可是往往聪明的人呐，都很自负，这自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咋的？你那意思，欧阳俊参加了就肯定排在你后面呗？不，营长，欧阳俊很优秀，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否认。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那个意思吗？啊，他优秀，他没你优秀。你要是参加了，欧阳俊肯定排你后面，到时候什么奖项名次都没有，而你立了3等功，是吧？这样吧，我跟你说个实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欧阳俊比我更需要这个立功受奖的机会。夏卓，你现在的这种做法，就是在侮辱对手。我没有侮辱他呀，
我就是觉得这个机会真的他很需要。王牌好手选拔赛不是儿戏，不是闹着玩儿，它不仅仅是智力的一次比拼，甚至更要求有强大的体力、耐力和意志力。你要是男人，你就赢得光明磊落，输得心服口服，战胜对手，尊重对手，而不是用这种方式羞辱对手。我没有想要羞辱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次机会让给他。你怎么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种做法会让别人怎么觉得。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只觉得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到。哎，你个小兔子，你个小同志怎么能这么轴呢？啊！跟你说半天，你怎么不明白呢？好心好意，我过来劝你两句，你就给我气的。就提醒你一句话，王牌好手选拔赛不是那么好玩的。干嘛去？有那么复杂吗？哨兵安安俊前来接岗。少尉正常。站住！我听说，你为了让我出头，跟营长说了我的事儿。你误会了吧？我真没误会。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夏卓立了3等功，那是你自己的能耐，我欧阳军一点都不掩护。但是你大张旗鼓地告诉别人，这件事是为了给我放水，对吧？放水？谁跟你说的？你甭管我听谁说的，反正是传到我耳朵里。我没说过。你没说过和没做过的事还有很多呢。可是呢？欧阳，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站住！站住！你必须认真参加比赛。欧阳俊，好说好商量，我做什么都行，但你非要跟我拧着来，我谁的面子也不给。孬种！你说什么？你还想听第2遍吗？欧阳俊，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因为我处处压着你。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说这句话。你哪来的优越感？哪来的自信？行，这样吧，我听说健身房有一个拳击台，咱们用正人君子的方式来解决战斗，否则这2年消停不了。你觉得我会怕你吗？好，下午1点，健身房见。谁要是不去，谁才是孬种。请进。是你啊？你怎么又来了？我去您家。什么店啊？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咱们卫生队查一查吗？看看是什么病。哦，那我还是叫队长吧。哎，不用啊，你就可以。我只是一个卫生员，我又不是医生，我没有处方权，我开不了药。卫生员就够了，
啊，不要什么事情都叫医生嘛。行，那你哪儿不舒服？哎呀，也说不上来，就是浑身不得劲儿那种，要发烧不发烧，感觉吧，憋了个大病。啊，大病啊！啊，那我还是叫队长吧。哎，别！队长。你好，你好。Nice to meet you 啊，我叫林安邦啊。别，我看就是他，林安邦，新兵。哟，林安邦是吧？啊，哪儿人啊？报告队长，四川人。四川人怎么一股东北味儿？啊，咱部队不都来自五湖四海吗？我这左一代右一代给带偏了。四川人就是实在啊，比那些油嘴滑舌啊，整天找我们卫生队小姑娘的那些人强多了。哎，你看看人家，一听说征集肌肉和静脉注射考试志愿者，立刻就来了。